走最深的海洋，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，神是爱。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波牧师。今天2月4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，正是为了这个时刻。以斯帖记4章12到14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，是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，进入他辉煌的光明，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。彼得前书2章9节。为了要让施政无缝接轨，总统蔡英文在1月27日连假结束的前3天，于总统府召开记者会，宣布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行政院长，对自己再次投入公职。陈建仁坦诚，他自己在征询的过程中相当犹豫，但在关键的时刻告诉自己应该放下自我，勇于承担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到他答应接下这个重担，成为蔡英文总统任内第4任的行政院长。陈建仁坦诚有犹豫，关键时刻需放下自我。从卫生署长、副总统到行政院长，陈建仁以第3度投身公职。他在记者会上面，他透露，年假期间收到蔡总统的征询，当下心里确实很犹豫。这代表他必须放下学术研究工作，很多国际的交流也必须暂停。此外，要延续苏贞昌院长的成绩，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。但看到台湾所面临的挑战，陈建仁认为这时必须要放下自我，考虑怎样承担才能够让台湾变得更坚韧、更永续。末底改他对以斯帖说：“你在这个时候不说话，犹太人自会从别处得救援。谁知道，也许你被安排做王后，正是为了这时刻。”以斯帖面对末底改的提醒，在进退两难当中，他到底会选择说还是不说呢？在关键时刻需放下自我，这是大人哥的自我提醒，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也是末底改要提醒以斯帖的。然而，这也是好像在提醒着你我，你是一直选择自身的益处，过于上帝国度的益处呢？以斯帖回复末底改，他的要求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，因为国王对他的热情已经冷却，连例外条款都不适用了。以斯帖如今知道，简单的回应已经不足以应付眼前的问题，但他看不出自己还能够做什么。因此他在表面上回应和给予承诺，在这个
给予承诺跟回应进退两难。他苦无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案，促使他能够做出承诺。其实这个也发生在现今许多人的身上。他看到的问题很复杂，却看不见突破的方法。面对以斯帖存在的困难，末底改没有再客气的，他仍然要求他要尽力来尽上应尽的责任。他把利害关系给他做了说明。第一个，他不仅是拯救同胞，也是在拯救自己，因为他也是犹太人。因此，如果心存侥幸，以为自己是王后，就会幸免于难，那是自欺欺人。第二个，他在提醒，如果他想要明哲保身，沉默以对，置身事外，犹太人必定通过其他的途径得到解脱和拯救，而他和他的家族必定灭亡。第三呢，他能够被选为王后，应当是上帝的预备，为的就是今日能够负担起拯救同胞的重责大任。末底改的回应既直率又一针见血。以斯帖不该认为自己因为住在王宫中，便能够成为唯一从死里逃生的犹大人。不论他去不去见王，都难逃一死。末底改以第14节作为结论，而这或许是整卷书中最有名的经文。虽然许多人对于如此阐释这节的经文看法不一，但是我们看到以斯帖他不能够保持沉默，以及末底改预料犹大人将得到拯救，是我们可以理解的，也可以确定的。因为我们是读者，我们知道整个来龙去脉。但是我们看到深陷其中的末底改，他深信不论是不是透过以斯帖，犹大人都将蒙拯救。而这样的信心必然在后续发展不明的情况下，使读者思索神如何介入，而且他怎么样介入的可能性。其实在路加福音19章记载着，当主耶稣骑上驴驹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人们也以衣服或是棕树枝铺路。接下来便是人们在称颂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”由于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宗教领袖漠视主耶稣的救恩，逼迫他的门徒不让他们为主来做见证，因此主就兴起环境来，让罗马的兵丁在主后70年围困耶路撒冷城，甚至呢拆毁了石头。所以可以说，这一些石头向他们呼叫做见证，见证他们顽梗的罪。今天上帝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经句所提醒的，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，进入他辉煌的光明，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。基督徒乃是被神拣选出来，归于他自己，为神而活，在世上为神做见证。基督徒的生活言行必须先宣扬上帝的美德，也就是要彰显神的生命和性情，并且我们要见证上帝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。如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传福音，
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，都要传，用最大的耐心劝勉、督责、鼓励、教导。基督徒应该准备好自己，把握上帝给的地位和职分，随时向人传福音，为主来做见证。若我们闭口不说，上帝也会兴起其他的管道，使人得救，那我们就失去了祝福。有一天，我们也要向上帝来交账的哦。就是现在，不要害怕，勇敢的向人诉说、分享耶稣的救恩，分享耶稣爱他们吧。我们来默想，末底改告诉以斯帖说：你在这样的时候不说话，犹太人自会从别处得救援。这对你有何提醒？你会把握机会向人诉说福音，拯救人的灵魂吗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在每一个世代拣选人成为救恩的管道。你拣选以斯帖成为王后，在关键时刻向王开口，拯救了犹大族的性命。今天主耶稣，你也安排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和财富，都是为着你的救恩的计划和目的，好让我们能够运用个人从上帝所得一切的机会来临时候，能够为神的旨意着想，而不该只顾着我们自己的得失。主圣灵，祈求你感动我们，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勇敢挺身而进，向人来诉说耶稣爱你，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，使人有机会能够一同领受福音的好处。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也督促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诉说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，天天蒙福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